国的缺电危机造成企业停产或减产。虽然官方持续强调将确保民生用电不受影响，但电力供应不足俨然已成为中国政府正面临的难题。俄罗斯国家能源公司 Interrail 指出，他们已收到中国的要求增加电力供应。美中两国军方举行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本周二和周三，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学平少将通过视讯共同主持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在东京举行，前外长岸田文雄在第一轮投票中战胜其他3名竞选人，当选自民党第27届总裁。日本执政党党魁乃至下任首相的竞争者岸田文雄表示，面对中国的强硬，日本需要让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顺利合作。他表示将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关注维吾尔人的问题。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看守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吉在首都喀布尔会见了各国驻喀布尔使团。他在塔利班政府副总理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出席的招待会上说，他很高兴一些国家继续在喀布尔开展外交活动。美国商务部长指责中国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以百亿美元的飞机，但是中国政府正在阻止他们购买。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四表示，美国与菲律宾军事官员已经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举行了初始会谈，讨论包括修订该条约在内的未来选项。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提供支援。中国警告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3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核扩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马来西亚和文莱外长通电话，评估了3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王毅强调，3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会在地区制造核扩散风险，诱发军备竞争。